喺全球化趨勢下，各國間嘅聯繫喺不斷加深嘅同時，亦面臨各種共同挑戰。於是中國就向世界提出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。究竟係乜嘢意思呢？人類命運共同體呢個概念喺2013年首次提出，並喺2023年發佈嘅白皮書俾出定義，指嘅係每個人嘅命運都係緊緊聯繫喺一齊，應該風雨同舟，推動建設持久和平、普遍安全、共同繁榮、開放包容、清潔美麗嘅世界。就政治、安全、經濟、文化、生態5大方面進行佈局。10幾年嚟，國家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上取得穩步實踐。中國作為維護世界和平嘅中流砥柱，截至2024年7月，共派出維和官兵超過4.9萬人次，積極推動國際地區問題解決。衛生健康方面，中國喺新冠疫情肆虐嗰陣，先後向120多個國家同國際組織供應咗大概22億劑疫苗，係對外供應疫苗最多嘅國家，將抗疫經驗同技術無私分享俾世界各國。與此同時，中國亦都堅持以自身發展推動世界發展。目前，中國已經成為150多個國家同地區嘅主要貿易夥伴。電動汽車、光伏產品同鋰電池組成嘅新三樣出口市場遍及200多個國家同地區，喺全球受到廣泛歡迎，係惠及世界嘅見證。以和平發展取代衝突對抗，以互利共贏實現美好將來。中國正係以一項項實際行動，同各國加強協調同合作，共同朝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嘅方向進發。